我等只是修仙者，并非真是无欲无求的仙人。徒弟啊，这第二关卡进入后也是随机传送的。我们在冰火道的尽头处汇合。你想走哪条通道？为师虽然无法亲自带你过关，但是给你1、2件御寒取暖的宝物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御寒取暖，莫非这老怪想让我走玄境道？我还是走熔岩路吧。弟子身上正好有件避火衣，也许能起点作用。慢着，物已收好。以你的修为，有了这东西，过关应该不成问题。没想到啊，既你这么小气的人，竟也难得大方了一次。这不是那件很宝贝的白玺佩吗？小徒修为尚浅，这些都是做师傅应该照顾到的。况且我要走的玄经道，此物放着也没什么用。倒是我记得蛮兄好像有一颗寒冰珠，不如一起暂借小徒吧。想必道友不想让小徒在未进内殿之前出什么意外吧？哼！本人自不会让这小子现在轻易死掉。此珠是我早年击杀一只寒狸所得。小子，先便宜你了。好，好啊！有这2件宝贝在手，你小子一定过得了此关。还不快点谢谢你师父师伯呀！啊，快点快点！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伯赐宝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都是自家的啊！多加小心，过几日我们在峡谷尽头的传送阵见面。